中共政府在对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产下发的机密文件不断被披露。中国政府为了进一步掌握控制维吾尔人，以回头看政策，又一次以反恐为借口，对维吾尔人家庭成员、从事职业等进行摸底调查。中国在哈萨克斯坦新建的工厂与当地民众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因为哈萨克斯坦是穆斯林国家。当地民众要求中国人尽快离开哈萨克斯坦，不允许对哈萨克斯坦美丽净土进行污染。7年前在西班牙开设的穆斯林科尔瓦多电视台，因经济问题及其他原因宣布关闭。马来西亚国防部长穆罕默德·塞布表示，战争保持战舰可能会通过马来西亚水域，但中国和美国的战舰不应留在南海展示力量。马来西亚将继续捍卫在该地区的权利。巴基斯坦由于外汇储备问题获得中国10亿美元的贷款。据报道，巴基斯坦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其财务状况问题。巴基斯坦去年5月的外汇储备量是164亿美元，如今已下降至96.6亿美元。国际移民组织周末报道称，204名寻求庇护者丧生。今年到目前为止，已超过1000名寻求庇护者死于利比亚海域。